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9月12日，旧历的8月14，礼拜四。明仔载中秋节，袂少的乡亲准备要来烘肉。这个蛤蟆嘛是真侪人真爱烘的食材。但是这个蛤蟆主要的产区，家己的东石甲布地，因为极端的气候，甲最近落大雨，蛤蟆是大量来死亡。讲哩好美丽这个传理，蛤蟆养殖的存活率无到5成，所以这个蛤蟆大起价。目前产地价每大斤70块以上，市民是真怨气哦。价效遮尔好，但是根本都无蛤蟆通卖。哇！中秋节烘肉，毋过有真侪人嘛爱烘这蛤蟆。这烘色蛤蟆汤汁咧有够清甜的，嘛有人爱安尼食。蛤蟆用菜嘛非常赞，尤其是中秋节到啊，这蛤蟆的需求量是大大增加。嘉义县东石甲布地是蛤蟆主要的产区，市民即马拢无用菜收。县长王忠良特别来关心，伊嘛对渔民出海采回安尼一人一人的蛤蟆。这蛤蟆阁爱经过汰选，一大群人一透早就开始无用啊。只是今年的蛤蟆产量减少。即届咱粉叶仔的收成吼，因为雨水的关系，为的迄个咸度的无够，所以拢会影响到即个收成的量。受到气候影响，渔民嘛感觉真无奈。饲粉叶饲40-50磅啦，今年上严重的啦，10成死剩1成尔啦。伫无够供应的状况，蛤蟆的价少是一直起，产地价一单斤都要70块以上。如果民众若想要买咧，渔民嘛无货通交。这次蛤蟆减少遮尔多，是有史以来上严重的。这中秋想要烘这蛤蟆，一定爱加开外钱。